我是新河房管事务所。喂，新河你好。起来啦！新河房管事务所是一个包租代管的公司，定定咧做甲流汗，但是互人嫌甲流烂的一间公司。以前咱叫房仲啊，但是房仲是无负责管理甲协调，啊，即马变做讲咱包租代管的这个行业，交互伊吼啊，有啥问题，甲伊问，甲伊讲，啊，伊有经验的。因为我现在这个房子也是代管公司的，它的做法就跟星河其实我们自己在演的状况下蛮相似的。好，例如你马桶不同，有房管业者的人先去了解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情况，然后他们再统一找合作的师傅去帮你处理。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都一定会有一个房屋代管公司的人到场。你可以比较实际的感受到，你这间房子是有人在一起维护的人。而不是今天出问题之后，可能 maybe 就是你要自己找师傅，你要自己干嘛，然后一切好像没有那么清楚，没有那么明白。林先生，有五所人客有兴趣啊？厝主的角度来去看，我嘛是有拄着啊，我有厝啊要衰人，啊伊搬入来啊三不五时甲你讲，电话歹去啊，买通袂通啦，啊讲叫你修理门啊，叫你安怎，叫你安怎。买通挂，还有冰箱，全部拢歹去啊！我已经甲公司报啊。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，其实不是很适合在处理就是租房子这些相关的事情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租赁管理署可以去帮助这些房子，可以更友善的方式去租出去，我觉得很棒。真正拜托一下，替我甲厝主讲一下，怎么样让两边人都满意？亲像迄个中和林，厝骹想要换冷气，啊，厝主无想要开钱，这种情形咱要安怎处理？这个剧其实很代表台湾的现况，不管是年轻人租屋的现况啊，还有大家买不到房子啊，或者是说有一些傲房客啊，那当然就凸显出租赁代管这个行业是有必要存在的。人生只租不卖这一出戏呢，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，在了解包租代管、租赁管理师这些房屋相关议题上面，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帮助。